大家好，我係靚正。今年國慶假期適逢中秋節，雙喜臨門，梗係要食餐勁㗎啦。所以今日咧就帶你嚟雍苑四季，試下番禺10大名菜。略帶嶺南風格嘅裝修，包間大廳都雅致大氣。牆上嘅壁畫確實係畫嘅，唔係預製菜。呢句話好啱大家心水啊！咁我哋係主打番禺地標美食嘅。番禺菜嘅特色就係不時不食，不鮮不食。呢個係我番禺菜嘅精髓。松子魚係呢套招牌中嘅招牌，有獨佔鰲頭嘅好意頭。睇住師傅從撈魚、切魚、開花、上粉、油炸、煮芡、淋芡，揼埋啲松子，一氣呵成。個松子魚咧，走油走得啱啱好，外脆內嫩，最緊要係佢調嘅酸鹼汁，唔會好辣，唔會好酸。國慶期間，只要4人同行任意消費，就送你一條松子魚添。啲鯪魚肉咧達到好爽滑，而且佢入邊咧加少少嘅辣醬咧，增加咗鹹香味。再搭埋呢個勁濃嘅魚湯，鮮上加鮮。勁多禾蟲，而且咧依家禾蟲準備當造啦，10月11月到最肥美。茶香雞色澤誘人，以茶入味，令鹹鮮多汁嘅雞肉多咗幾分清新雅致。手撕雞夠味夠爽滑，搭配各種爽口嘅配菜，多重口感，一啖引爆。係啦，呢度嘅點心都好打得，全開放式廚房，睇到點心師傅用心手作，難怪咁多人慕名而嚟飲茶啦。佢好特別咧，喺下邊咧用一塊班蘭葉包住嚟蒸咧。所以本身就已經自帶少少班蘭葉嘅香味，呢個好過癮。無論食飯定飲茶，都唔會食到預製菜。呢個假期最啱同朋友或者屋企人嚟聚下啦。餐廳就喺中華美食城。國慶長假，美食城每日都有各式各樣嘅節目同表演，保證嚟到有得玩、有得睇、有得食，一次過滿足3個願望。